咁咧就今日咧，我哋係復活節嘅主日，我哋嘅題目咧係復活，唔再係傳說。復活節對於我哋信徒嚟講咧，係一個非常非常興奮嘅日子，因為主已經復活。雖然幾日前我哋都喺呢度去紀念耶穌嘅受苦，但係對我哋嚟講咧，其實我哋唔會覺得好凄涼，因為我哋其實知道耶穌復活咗。但唔知大家有冇諗過，就係當日第一批耶穌嘅門徒，佢哋嘅心情係點？當耶穌俾人釘十字架嘅時候，或者佢哋真係覺得心灰意冷。你諗下，開頭耶穌去呼召佢哋嘅時候，其實所有嘅門徒嗰10幾位係真係擺低晒所有嘢去跟隨耶穌嘅。本來嗰個謀取開暴利，即係揾開大錢嘅稅吏，唔做稅吏，唔做收稅，然之後跟隨耶穌。本來打開魚嘅嗰一班門徒，又放低埋個漁網去跟隨耶穌。嗱，頭嗰幾年，即係頭嗰3年，其實佢哋覺得冇跟錯人，其實跟住耶穌都可能幾威㗎。你諗下係咪啊？因為第一又有醫病嘅能力，又有趕鬼嘅能力，一路行好多嘅神蹟，唔單止人佢覺得呢個耶穌好厲害，連鬼都為耶穌做見證。喐下可能就有幾百人，甚至乎有幾次係幾千人去聽耶穌講嘢。所以如果你係跟住耶穌嗰班門徒，話你自己都覺得自己高大啲喎。我喺香港嗰陣時跟住啲叻人咧我自己雖然唔係好叻啫，咁但係跟住佢哋咧，人哋望住嗰個叻人咧，我都以為望緊我嘅一路行咁樣。不過好多時啲人真係以為我係跟班嚟嘅，因為又比較細粒，又比較好似後生啲咁我諗門徒覺得冇跟錯人，但係竟然間喺嗰一個晚上，竟然間耶穌俾人哋捉咗。竟然間原本好巴閉嘅耶穌，可以夠膽同全部嘅宗教領袖同官員去抗衡，去同佢哋鬥嘴嗰個耶穌，個氣勢冇晒，一下子俾人釘十字架，然之後佢哋四散。我唔知道如果你係嗰啲門徒，你會有咩嘅感覺？點解我嗰3年為你所放棄、所揾嗰啲錢付諸流水？有一幕聖經都話，西門彼得同佢哋講，即係其中一個最大聲嗰個門徒3次唔認主嗰個門徒，佢話我去打魚啦，跟住其他人話好啦，一齊去啦。佢哋所有嘅希望一下子冇晒。如果耶穌冇復活，其實聖經咧完噶啦。你諗下係咪？如果耶穌冇復活，嗰啲門徒四散，仲邊人繼續寫聖經落去？咁新約聖經咧就會變咗好短啦。你去到路加福音完咗啦，亦都應該冇基督教嘅出現。如果耶穌冇復活，佢只不過係一個普通嘅宗教領袖，可能偉大啲，好似孔子咁。因為孔子都收好多嘅門生，收好多嘅學生，收好多所謂嘅門徒。孔子都留低好多好有意義嘅一啲道理俾我哋。可能極其量就係咁啫。如果耶穌冇復活，但係我哋慶幸我哋所相信嘅耶穌佢復活咗。當門徒最失落嘅時候，佢復活。咁究竟喺復活節嘅前夕發生咗咩事呢？喺復活嘅嗰一日嗰一個夜晚，當耶穌已經斷咗氣，俾人哋喺個十字架上邊擺咗落嚟，安葬喺釘十字架附近一個園子裏邊，因為嗰度咧有一個新嘅墓穴，係冇人喺嗰度用過嘅。咁當時嗰啲墓穴咧就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咁咧，我哋而家嗰啲墓穴係點噶？喺地下噶嘛。我嚟到溫哥華先見識到咧，原來喺地下下邊咧都有2層嘅，即係有上下隔床嘅咁我覺得幾得意喎咁樣咁當時猶太人嗰啲墓穴咧唔係我哋咁嘅，唔係2格嘅而係點咧？而係話可以行入去嘅。所以真係睇聖經咧，佢哋話佢哋揾個耶穌身體嘅時候咧，係要進入去個墓穴裏邊，係入去嘅，係由一個石咧鑿開一個機仔。嗱，如果大家見到嗰個咧，
就係喺個石裏邊鑿咗一個基仔而平放佢哋嘅屍體。佢哋會用一啲嘅香料，用一啲嘅布一路包住個屍體。呢個係佢哋嘅儀式。而當屍體擺咗喺嗰個機上邊咧，佢哋就會用一嚿好大嘅石碌去門口，就做嗰個墓嘅門口，而閂咗門。當時羅馬政府好緊張耶穌嘅屍體。當然嗰啲官員其實唔會相信耶穌復活，我相信連啲門徒都冇諗住耶穌復活。但係佢要特別處理就係話，聖經話佢哋會要看守嘅兵一齊去看住個墓穴門口，仲要封住石頭，一個大嘅石頭去封住，以防咩呢？以防俾人哋去偷咗個屍體。因為之前耶穌自己話過我會復活，佢哋都收到好多傳說就話呢個人會復活，所以佢哋好驚人偷咗屍之後呢，然之後就話耶穌復活咗啦咁。結果我覺得其實佢哋唔使擔心。點解唔使擔心有人偷屍呢？因為嗰班門徒根本係膽小如鼠嘅。耶穌一俾人捉嘅時候，佢哋即刻四散，佢哋匿埋，佢哋諗住去打魚，佢都冇諗住再傳福音。但係嗰一個星期日，即係今日嘅天未光，聖經話仲係天黑嘅時候，天未光。琴晚唔知點解我瞓得唔係太好，我咧唔知4點幾5點就起咗身，啱啱就睇住天光。天光之前咧，真係特別，好似特別黑暗咁嘅，你唔係好睇得清楚。但係有一個好好嘅一個姊妹叫做瑪利亞，佢諗住去睇下耶穌個墓穴。佢摸黑去到，結果去到嘅時候，嗰個石頭碌開咗，已經碌開咗，冇咗冰冰。跟住佢睇一睇，連耶穌嘅身體都冇埋。咁如果你係嗰個婦女，你會點呢？你會即刻話：哇，好啦，耶穌復活啦咁。佢唔係，佢好驚，即刻跑翻去揾翻啲男人，揾翻啲門徒。結果彼得同另一個門徒一聽到話唔見咗個屍體咧，嘭嘭聲咧就走去個墓穴裏邊。一個走得快啲，一個走得慢啲。聖經記載，走得快啲嗰個咧喺門口望一望，冇耶穌喎咁。彼得就走遲啲，然之後去到墓穴咧，真係行入去，真係見唔到耶穌個屍體，淨係見到嗰啲裹屍布咧喺側邊。然之後兩個男人又望下望下，跟住走咗，留翻嘅瑪利亞就仍然喺個墓穴外面喺度喊，一路喺度喊，好淒涼，喺度痛哭。喺佢喊嘅時候，佢望一望個墓穴，點知見到兩個天使。佢哋同瑪利亞講話：婦人，你做乜喊呢？然之後瑪利亞回應，佢話：因為有人將我哋嘅主嘅身體拎走咗，我唔知道佢放喺邊。講完之後，佢轉身，佢見到耶穌企咗喺度。佢見到耶穌企咗喺度，跟住聖經話咧，佢唔認得耶穌。可能你話點會啊？你跟從咗佢，見咗一齊咁耐，點解會唔認得耶穌啊？嗱，第一，我認為可能係個天好黑，你都唔知嗰個係耶穌。第二咧，佢頭先係一路喊得好厲害。我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喊到咧就睇唔清楚前邊嘅嘢？有冇試過？有啦，係咪？我都試過，喊到真係蒙晒嘅，係好痛嘅。而另一方面，可能佢唔認得耶穌嘅係因為佢邊會諗過耶穌會生勾勾企喺面前，所以可能喺佢嘅意識裏邊都冇諗過呢個係耶穌。跟住你睇佢哋嘅對話，當耶穌話：你做乜哭咧？你揾緊邊個咧？然之後佢話：先生，如果你係將佢移走咗嗰個咧，唔該你話俾我聽啦。咁我就去攞翻佢啦咁。然之後耶穌佢哋有幾句對話之後，跟住耶穌竟然間講出佢嘅名字，瑪利亞，瑪利亞。跟住佢即刻恍然大悟，跟住佢講咗呢3個字，我一陣解釋點解佢叫做拉波尼。如果你睇聖經咧，其實翻譯做老師咁解，不過原來有意思嘅。跟住然之後咧，佢本來想摸耶穌嘅，跟住耶穌話：你唔好摸我，因為喺我未升上去見我嘅父咧，你往我嘅弟兄嗰度去，即係同啲門徒講話俾佢哋聽，我要升上去見我嘅天父，亦都係你哋嘅父，見我嘅神，亦都係你哋嘅神。跟住嗰
嗰個瑪利亞就即刻去話俾門徒聽話，我已經看見了主，佢又將叫我同你哋講呢番說話。嗰陣時咧，其實好得意，兩個得意就係第一個，佢以為耶穌係看更，因為聖經就話佢覺得佢係看園嘅，即係看住呢個園子嘅。佢以為耶穌係看更，佢話：哎呀，個屍體你拎咗去邊啊？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啊？咁。而另一樣咧，原來叫做咧，佢講嗰個字咧叫拉波尼咧，原來係解老師。不過原來當時如果男人稱呼老師咧，就叫拉比。原來好尊敬嘅女士，如果個女士尊敬耶穌咧，就會用呢個拉波尼嘅意思。原來瑪利亞係成個耶穌復活嘅第一證人。咁可能你話呂傳道究竟有咩復活嘅證據呢？因為我知道在座咧至少有幾位嘅朋友咧係未相信耶穌嘅。可能你一路聽咧，你都覺得冇嘅，邊有復活咧？咩空墳墓啊？因為當我好多時同人傳福音講開信仰嘅時候咧，其中一樣好棘住佢哋咧就係耶穌復活。佢話個空墳墓係假嘅咁樣。但我想話俾你聽，如果聖經要捏造一個事實，要捏造一個假嘅故事，佢一定唔會用瑪利亞。點解咧？瑪利亞係一個女人啦，好明顯啦。原來當時佢哋睇女人嘅地位啦，對唔住啦，今日嘅女士嚇係嗰陣時啫嚇。當時睇女士嘅地位咧係二等公民嚟嘅，根本佢哋係唔可以做一個法律上嘅證人嘅，冇人覺得佢哋嘅嘢信得過。而第二咧就係話，就算要揾女人都唔會揾呢個抹大拉嘅瑪利亞。點解咧？因為呢個抹大拉嘅瑪利亞就係當日耶穌喺佢嘅身上邊趕出7隻鬼嗰個瑪利亞。咁即係話一個曾經被鬼附嘅嚇，如果你有睇嗰啲大陸嗰啲劇咧，就一定會話佢係失心慌。知咩叫失心慌啊？即係傻傻地咯，係咪？一定會話你一定係失心慌咁，因為個個嗰啲講出嚟嚇，俾啲人蝦到咧傻咗嗰啲咧，都係咁樣失心慌。而第二就係話一路相傳呢個抹大拉嘅瑪利亞喺認識耶穌之前，佢仲係一名妓女，而妓女係同罪人同等嘅。點解要揾瑪利亞去做呢個第一證人呢？唯一可以解釋就係佢係事實，所以聖經一定要咁樣記載。第二個就係話，咁究竟個守衛去咗邊呢？嗱，羅馬政府好高調要派兵看住個墓穴，但係點解啲兵丁冇咗呢？如果以常理去解釋，要令兵丁所謂嘅消失，可以有兩個方法。第一個方法就係門徒集齊人馬，我哋今日有好多人啦，我哋集齊人馬一齊去偷屍，搞掂嗰幾個兵丁，然之後就可以攞翻耶穌嘅屍體，跟住再話耶穌復活。但係嗰班門徒又唔識功夫，係咪？如果嗰啲門徒係識功夫啊，係咁有能力啊，一早耶穌釘十字架你就去救佢啦。就好似呢個又係電視劇啦，唔好意思，我成日睇電視劇唔知你知唔知出咩劇咧？好嘢啊！《水滸傳》《水滸傳》嗰啲嘅大漢，然之後走去劫法場啦，係咪？呢個佢哋冇做到。第二個可能性，大家都估到啦，就係用錢去收買啲兵丁，係咪？用錢咪得咯，用錢，但係門徒邊有錢？係咪？但係實情係真係有人用錢去收買啲兵丁喎。點解咁講咧？嗰個係耶穌嘅反對者，即係話嗰班祭司。點解祭司要攞嚿錢出嚟去收買兵丁咧？原來聖經咁樣講喎，馬太福音28章11至15節，佢哋去嘅時候，看守嘅兵有幾個入翻城，即係原本守住個墓穴嘅，衝翻入城，將所經歷嘅事一一都話俾祭司長聽。祭司長同長老就商議之後，跟住就要拎好多錢出嚟俾啲兵丁，就話你哋要咁樣講，夜晚你哋瞓着覺，佢嘅門徒嚟偷屍。倘若如果俾嗰啲官府嗰啲人聽見呢，有我哋去勸佢，你放心，我保住你哋。
咁兵丁咧真係收咗錢，照吩咐嘅說話去咁樣講，呢個理由流傳到今日。點解要用咁多嘅錢做揞口費呢？因為呢個係事實，因為祭司知道耶穌復活呢件事唔可以講出去。對我嚟講，呢個證據已經好足夠，但係我覺得更加可靠嘅一個證據呢，就係門徒嘅改變。當瑪利亞話咗俾佢哋聽有關於耶穌復活嘅消息嘅時候呢，其實佢哋開頭唔信嘅，直至到門徒真係見到復活嘅耶穌，佢哋先信。不過嗰陣時有一個叫多馬，第一次耶穌復活嘅時候呢，佢哋唔喺在場，即係多馬唔喺在場。咁嗰啲門徒呢，就同多馬講話：哎呀，我哋已經睇見主耶穌啦。多馬就話啦，可能在座有啲人都係咁講嘅，因為好多時傳福音呢，佢話信耶穌啦，咁你俾我見到耶穌呢，我信啦咁。多馬嗰陣時一樣，佢話如果你俾我見到佢手上面嗰個釘痕，佢仲要點啊？佢話仲要揾隻手指去篤下喎，即係我見到釘痕，我篤過我唔知佢使唔使覺得要穿過自己隻手指咧嚇。然之後跟住佢仲話，如果見到佢嘅肋旁，我又要用手篤入佢嘅肋旁嗰度，我就信啦。跟住過咗8日，門徒都喺屋裏邊，多馬同佢哋一齊，門關上，耶穌嚟站喺佢哋當中話：願你哋平安。跟住就對多馬，即係頭先唔信嗰個咧，佢話：伸過你嘅指頭嚟摸我嘅手，伸出你嘅手嚟探入我嘅肋旁，唔好疑惑，總要信。跟住多馬終於都信啦，佢話：我嘅主，我嘅神。耶穌同佢講，佢話：你因看見我先信，那沒有看見嘅就信，有福了，有福了。當耶穌親自向佢哋顯現嘅時候，門徒有咗翻天覆地嘅改變。如果大家仲記得，就係當日俾人捉嗰個膽小嗰班嘅門徒，特別係彼得，佢哋已經再冇出嚟傳福音，佢哋要繼續做翻打魚嘅工作。但係竟然間由呢10幾個毫不起眼嘅門徒，變成2000幾年都屹立不倒呢個耶穌所開始嘅呢個基督宗教。個彼得唔單止由好驚青到已經再不畏強權，佢仲要企出嚟去講道。聖經話佢用許多嘅話做見證，勸勉嗰啲人話：你哋當救自己脫離呢個彎曲嘅世代。嗰一日圍觀聽佢講道嘅人至少有3000。點解話至少呢？因為信咗嘅都有3000人。彼得知唔知自己有危險呢？梗係知啦。而的確真係令到嗰班嘅祭司好煩惱。喺《使徒行傳》嗰度講第4章1至4節，使徒對百姓講話嘅時候，祭司和守殿官並撒都該人忽然嚟咗，即係要想捉彼得，因為佢哋教訓百姓係講耶穌死人復活嘅事情，佢哋覺得好煩惱，於是落手要捉住佢哋，因為天已經晚啦，所以要押佢哋到第2日。但係聽道嘅人好多，男丁相信嘅都有5000。呢個係彼得嘅改變。而另外就係嗰陣時，因為彼得令到太多人信耶穌，所以羅馬政府要將個行動升級，開始要迫害信徒，開始要殺啲信徒，要拉佢哋坐監。好多人因為咁而死亡。而其中有一個叫做司提反，佢係要殉道，佢俾人用石頭打死。但係當人俾人用石頭打死嘅時候，佢竟然間跪低大聲喊着說：佢話主啊，唔好將呢個罪歸俾嗰啲人。講完呢句說話就睡了。掃羅亦都喜悅佢被害。掃羅一陣會講，掃羅係一齊去迫害好多基督徒，殺好多基督徒嘅人。但係後期佢都有好大嘅改變，就係因為佢哋遇到復活嘅主，佢先有咁大嘅改變。所以耶穌係唯一一個有資格講呢句說話嘅人。佢話嗰個殺身體唔可以殺靈魂嘅，唔好驚佢哋，因為我哋嘅耶穌已經勝過咗復活嘅，勝過咗死亡，而係復活嘅主。可能聽到呢度，
你都覺得唔同意，因為你係覺得好有理性，你覺得要好好驗證呢個基督教。但其實如果要信耶穌呢，原來耶穌都歡迎你用理性去驗證嘅。因為有一個呢，就叫做呢個人個名叫做 John Copley， 佢係英國嘅時候呢，喺19世紀呢，佢係一個大法官，又係一個政治家。咁佢簡直係當時法律嘅權威。佢曾經呢，係英國嘅首席嘅檢察師、上議院嘅議長同埋劍橋大學嘅校長。當佢過咗身之後，佢嘅親友喺佢嘅遺物裏邊，其中揾到呢幾句說話。佢話：我清楚明白個證據係啲乜嘢，有關復活嘅證據係至今尚未俾人推翻，至今尚未俾人推翻。或者你可以仍然覺得復活係好唔 make sense， 好唔合理，所以你唔信。但我想話俾你聽，復活本身就係唔 make sense， 復活本身就唔係常理，呢個係一個神蹟，係一個自然嘅事情。究竟我哋點樣先可以信到耶穌？原來復活係一個邀請同埋一個應許。耶穌好想邀請每一個相信未信嘅朋友去相信佢。曾經有一位係我哋嘅好弟兄，佢已經返咗天家啦。佢生前係一個醫生，佢雖然從小就認識上帝，不過佢話佢一路好似將睇聖經只係停留喺個腦嗰度，冇入到個心裏邊，就好似呢幅圖畫咁。佢話一路我都有好多聖經嘅知識停留喺個腦度。嗰日去佢屋企嘅時候，佢同我分享，佢話咁多年嚟我都覺得同上帝有一段距離。佢話我坐咗喺教會好耐，聽咗好耐聖經，由細都聽到大。佢話原來我一路用咗呢度去睇聖經，用咗個腦。佢話後來我知道係要用個心嚟到睇聖經，結果佢就發覺當再聽道再讀經嘅時候，個感覺個領受就好唔同。耶穌歡迎你用個心去了解佢，佢都歡迎你用你個腦袋去先了解佢。曾經有兩個人，一個叫 George Littleton， 一個叫 Gilbert West。而阿 John 呢，就係當時呢亦都係英國嘅一個財政部長，係一個國會嘅議員。佢個朋友呢，阿 West 呢，就係一個律師嚟嘅。佢哋由細到大呢，都覺得呢個基督教係呃人。所以佢哋決定咗，佢哋要分頭行事，咩都唔做，淨係搜集證據。佢話一個咧就去揾掃羅成為保羅，即係頭先我講嗰個迫害耶穌。結果到相信耶穌嗰個保羅，我去負責揾證據。另一個就係 West， 就話你去揾，你係大律師，你去揾推翻耶穌復活嘅證據。結果佢哋分頭行事，約定一段時間，我哋一齊去慶祝我哋推翻基督教。結果佢哋相約嗰一日，跟住兩個好唔好意思，可能佢哋喺度推話你講先啦，你講先啦咁。結果第一個開口，佢話對唔住啊，我信咗耶穌啦。跟住另外一個話，哎呀，你早啲講啊嘛，我都信咗啊。結果其中一個就係阿 John， 佢研究好長時間之後寫咗呢本書，就係佢話由歷史同埋考證資料去睇耶穌基督嘅復活。所以耶穌係等緊你去揾證據證明佢係假嘅。所以如果你未信耶穌，我希望你揾證據證明佢係假，因為我哋好有信心你揾唔到，因為2000幾年嚟冇人揾得到。約翰福音咁樣講，佢話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係要叫你哋喺我裏邊有平安。在世上你哋有苦難，但你哋可以放心，因為我已經勝過世界。所以對於我哋信咗耶穌嘅人嚟講，呢一節經文我好想你背熟佢，因為呢個係成為咗當我哋遇到任何困難嘅時候，呢個係我哋一個好大嘅憑據。我哋一齊而家讀一次呢段經文好唔好啊？好，準備。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
你哋有苦難，但你哋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耶穌係勝過世界，亦都勝過死亡。未信耶穌之前，我好驚死亡呢兩個字，同埋我係細膽得好離譜。以前細個咧，我住屋村咧，住喺彩虹村咧，一出 lift 咧，有條好長嘅走廊嘅。咁走廊因為幾十年嘅屋村啦，咁咧就已經咧係好暗，跟住咧啲燈咧又係好暗，然之後咧久唔久咧壞嘅時候咧，仲要係斬下，即係嗰啲吱咁好驚。我仲要住喺尾二嗰個單位，即係10幾個單位之後尾二，咁一出 lift 咧，我就好驚啦。一路行咧，我會突然間望下後邊嘅。跟住一路行咧，又望下後邊嘅，因為咧又好驚死，又好驚鬼。咁嗰陣時返完教會咧，即係細個10幾歲咧，第一堂定第二堂主日學老師咧就同我講話：你知唔知啊？呢個世界有鬼啊！我話佢話係啊，跟住同我講鬼入豬群嗰個故事，咁仲驚，原來可以好多鬼嘅。咁我成日以為啲鬼好得閒咧，就成日跟住我嘅。咁同埋細個咧，成日有時咧就要去嗰啲即係嗰啲叫去殯儀館啊，喺紅磡都有幾間咧，係咪？咁啊好驚啦！哇，嗰啲燈咧唔係藍色就紅色，跟住咧入到去咧，啲人就喊到呼天搶地嘅咁後來知道可能有啲人係俾錢人哋喊噶啦，係咪？因為咁樣先有孝子嘛，係咪？好似有啲歌星都要俾錢啲 fans 去啦，係咪？咁你就覺得要喊，跟住咧就係因為點解？因為佢哋睇死亡咧就係完結，睇死亡就係永別，即係永遠你好愛嗰個人見唔到，所以的確係好淒涼嘅。但係後來我知道，原來信咗耶穌，死亡只不過係一個門口，你攬過嗰個門口去另一個階段，就好似我哋搭呢個 SkyTrain 咁樣，你係轉車嘅啫，你轉車之前你唔會呼天搶地嘅，係咪啊？你話要轉車啦咁樣，咁又未到黐線嘅嚇，咁你唔會嘅。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我真係好感恩，我信咗耶穌，好感恩耶穌復活。因為喺幾個月前，咁我都自己要主持咗5至6個嘅安息禮，有其中嘅2個安息禮，仲要喺連續2個星期六，同一個時間2點鐘，同一個地點喺 Forest Lawn， 仲要同一個講台。我要預備2個嘅安息禮，哇！嗰陣時係我人生未試過經歷嗰種，我唔識形容俾你聽嗰種感覺。有啲弟兄、有啲年青人都好關心過，哇！女傳道會唔會有抑鬱症啊？因為嗰幾個禮拜，我不斷就係一預備完一個安息禮嘅，又要再預備另一個安息禮。但係感恩就係我睇到嗰2個禮拜，我見到在座嘅人係好唔同嘅。因為有一次，即係其中一個星期六咧，有一個在座嘅人，佢係好多親友咧係未信耶穌嘅。你好明顯見到佢哋兩班嘅親友有好唔同嘅感受。慶幸有呢2節聖經俾我好大嘅鼓勵。佢話論到睡了嘅人，我哋唔願意弟兄們不知道，恐怕你哋憂傷，好似嗰啲冇指望嘅人。你留意指望呢2個字。佢話我哋若相信耶穌死而復活了，那已經在耶穌裏睡了嘅人，神必將佢與耶穌一同帶嚟。原來有指望嘅人睇死咗係瞓咗，如果你冇指望，你睇死咗就係一個永別。最後想講，當耶穌復活顯現俾門徒嘅時候，佢最後升天。當佢升天嘅時候，佢哋定睛，即係其他好多人，好幾百人定睛望住耶穌升天嘅時候，有個人話：加利利人啊，你哋為什麼站着望天呢？這離開你哋被接升天嘅耶穌，你哋見佢怎樣往天上去，佢亦都要怎樣嚟。我哋嘅指望就係你哋見到佢怎樣往天上去，佢就會怎樣嚟。喺約翰福音14章1至3節嗰度講：你哋心裏不要憂愁，你哋信神，也當信我。
喺我父嘅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哋。我去原係為你哋預備地方。我若去為你哋預備地方，就必再嚟接你哋到我那裏去。我在哪裏，叫你哋也在哪裏。耶穌升天係為我哋預備地方。有一次，當一班執事去同人傳福音嘅時候，執事翻嚟分享，佢話：我哋同一個姊妹傳福音，佢唔信耶穌，個理由好特別。我話：點樣特別呢？佢話：咁多人上天堂，天堂邊有位啫？咁佢好似好了解天堂咁啊！佢用呢個理由就話：我唔信啊！咁我哋真係要為佢祈禱，天堂冇飽和。如果有，耶穌話：我話咗俾你聽啦。最後，你願唔願意接受呢個復活嘅邀請，去嘗試打開你心裏面嗰道門，邀請耶穌進入你嘅生命？耶穌喺啟示錄親自講，佢話：我站喺門外敲門，如果有人聽見我嘅聲音，就打開門嘅話，我會進入佢嘅生命裏邊，我與他，他與我，好似一齊食飯咁親密。呢道門係反鎖嘅，有個鎖匙窿，但係揸住嗰條鎖匙嘅人係你自己。你願唔願意開個門俾復活嘅主進入你嘅生命裏邊呢？我哋一齊有個結束嘅禱告。親愛嘅主耶穌，多謝你喺2000多年前嘅今日，你復活咗，你讓我哋人生有咗最大嘅盼望。呢個盼望唔係我哋幻想出嚟，而係真正我哋見到空嘅墳墓，而係我哋真正見到嗰啲需要講大話嘅兵丁，而係我哋更加見到原本好膽小嘅嗰一班嘅門徒，但係竟然間做咗一個180度嘅轉變，就係要起嚟，已經唔再畏懼強權，都要去宣講你嘅福音。原本最怕死嘅人，竟然間佢已經唔再怕死。當死之前，佢竟然間學習你釘十字架一樣，叫嗰啲人能夠明白，去相信福音。我哋知道復活已經再唔係傳說，好似一陣間我哋再唱嘅回應詩歌係已經發生，而且喺我哋每一個信徒嘅心裏邊。今日如果你仲未相信耶穌，我鼓勵你相信佢，因為佢真係可以同你一齊行人生嘅路。當有困境，當去到你覺得好唔開心嘅時候，耶穌係好想一齊去幫你一齊禱告，亦都將呢個盼望去再重新一次鼓勵我哋在座嘅每一位弟兄姊妹。當我哋遇到困難、遇到憂愁嘅時候，我哋知道耶穌一早已經預測話呢個世界有苦難，但我哋可以放心，因為佢已經勝過苦難，佢已經勝過死亡，而都係佢俾到我哋有永恆嘅盼望。我哋咁樣嘅禱告係奉主嘅名求，阿門。